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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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洋追蹤大肚陳茵媺巴黎嫁陳豪，男大當婚，女大就當嫁。陳豪陳茵媺奉旨巴黎成婚。嗰日上晝，佢哋喺雙方家長見證下正式行禮。42歲嘅陳豪一直恨結婚，今次雙喜臨門，你睇佢個樣 sweet 到呢。響巴黎街頭，毛哥攬住毛嫂，忍唔住對住佢嘅後尾枕係咁錫，錫完又錫，足足10啖啊！佢對手仲係咁摸住肚裏面3個月大嘅小豪仔，一家3口好幸福啊！成日傳32歲嘅 Amy 喺加拿大安胎，查實佢兩個6月9號晚先喺香港出發去巴黎，為免行程外泄，仲分頭去機場。陳豪同阿媽哥哥一齊 ，Amy 就由經理人陪住。毛哥毛嫂到達巴黎之後，先到酒店 check in， 仲接埋喺加拿大飛去嘅外父外母，兩家人中午一齊食飯，有講有笑。Amy 一早約定好姊妹朱海婷同戚代代嚟觀禮，唔知佢哋有冇夾定要收幾多開門利是呢？毛哥為咗老婆有個難忘回憶，響巴黎乜都親力親為，由鮮花到會場佈置都落足心機。呢個男人嫁得過啊！故事平淡，但當中有你，已經足夠。